嘅，見到你讚到你。第一條問題首先要問下 Henry 先喎，其實今年大會係點樣邀請到你去搞金子祥 show 嘅咧？係咩嘅契機咧？你想聽官方嘅定係真實嘅？點到嚟啲官方先咯，始終咁多位媒體朋友。因為咧 Raw Jazz 呢隻唱片咧對我實在太大意義㗎啦，因為佢係一個好好嘅勵志故事，好正能量，係突破難關、突破自己，同埋勝過即係恐懼嘅一個好故事嚟嘅。大家都係攞嚟參考，甚至攞嚟用。就係咧，哇！丁係啦，Time's up，唔使客氣，唔使客氣，靚女做咩都得嘅，係啊，做咩都得，記住係啦。咁 Raw Jazz 咧就15年前啦，好似好耐咁樣，係啊，真係好耐。我嗰陣時，我點解做音樂咧？因為我想做搖滾明星，咁我想出碟，唱片公司唔幫我出碟，咁我儲到少少錢做監製，做寫歌嘅，做嘉賓嘅，咁有啲名氣，咁想出自己第一隻碟，但係又 hit 喎，咁就諗住不如出最冷門，我技術最低，但係我亦都中意嘅爵士唱片，咁咧。輸咗就唔會語啊嘛，咁點知成績好好，又去周圍去唱爵士 festival， 咁好開心，之後就有勇氣繼續出我自己嘅唱片。咁呢個典故係咩意思咧？就係、你好想做一樣嘢，但係你好驚，你可以選擇咧做最冷門嗰個版本，咁你起碼行出第一步啊嘛。呢個就係 Raw Jazz 對我嘅意義。咁咧今日就係嚟慶祝呢個人生嘅小勝利，可能就係多多嘅小我嘅小勝利，成就一個大嘅大我嘅大勝利啦。咁係啊，好嘅，即係搞呢場所謂官方原因就係慶祝個 Raw Jazz 啦。咁我哋而家又要聽下，係啦，呢個係講俾你真實講俾你聽嘅原因。咁講下你嘅內心説話。咁我而家講俾現場嘅朋友聽真正嘅原因啦。真正嘅原因就係咧，我有好朋友啊。咁咧佢哋好想揾啲嘢嚟搞啊！咁咧有兩對夫婦嘅，第一對咧係 Joanne 同埋 Steven。咁佢話：喂，咁樣好好玩喎！你又爵士你又可以開爵士 show 喎，哇好喎！咁阿 Steven 你又好中意飲威士忌喎，你都好中意飲威士忌喎。咁佢又有一個60大壽喎，咁60大壽嗰陣時好多人威士忌喎，好好玩，好開心喎，啲好多人唱歌喎，個個都係歌神嚟嘅。咁跟住不如搞個爵士演唱會啦，跟住又攬埋多兩個好朋友 Hugo 同埋Fiona。咁 Hugo Fiona 佢哋有搞過演唱會嘅，搞過一次定兩次，我唔記得，我唔知。咁佢哋大家一齊玩啦。總之簡單啲講咧就呢個演唱會係一個 event 嚟嘅。咁跟住落嚟咧，所有我相信演唱會咧，因為大家都知我做 crypto 㗎啦，咁係要先進㗎嘛。咁而家嘅演唱會呢個係 event 嚟嘅，咁大家要過嚟玩得開心先得㗎嘛。咁飲完酒咧，你所有啲音樂都會好聽啲，咁啲記憶亦會美好啲。咁跟住咧，你喺嗰度交到啲朋友咧，因為你飲醉咗酒啊嘛，係人都可以傾到偈㗎嘛。咁跟住咧，你嘅生活又會精彩啲。咁所有都係做生意嘅，咁又會多啲 contact， 生意又會好啲。咁呢個咪一個人生好美好嘅一個 idea。咁如果可以搞得好嘅話，年年咪可以搞，年年有個大 party 係啦。咁有啲人話陳偉人點解唔 show 機咧？咁嗰日船 P 先 show 機啦，16週年 Raw Jazz 演唱會船 P， 我 show 機俾你睇。咁要期待船 P 點樣先會搞呢個船 P 先？離咗題啦，離咗題啦，我負責離題嘅，你負責翻嚟。咁我要拉翻個題。